这几届测试有顺利完成，专高发现测试的时间有缩短，应该是状况正好，可能有通照时间交会。超人乡两面起鼓，真人加工程受人注目，若是有摕到警示世界纪录标杆，嘛要申请登录无形文化资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又搁要变天啊！这气象署是提醒，明仔载开始呢，寒流就要来，各地天气是湿又搁冷，所以提醒民众千万要爱穿好些。因为这波寒流呢，有计是会寒到初九，到时阵这天气才会加较稳定。北部这几天拢是侪云好天，不过你要翻天啊！气象署讲，初六开始锋面经过，所以台湾各地拢会开始落雨，搁反冷。然后初七因为寒流落南，各地温度拢会明显降温，平均温度伫12度至16度左右。预估到了明天的晚上，各地甚至都有可能会出现10度左右的低温。那尤其是北部以及宜兰这些区域，它的温度。低温是比较持续的，各地的降雨还是会比较明显，尤其是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气象署预告，这波寒流会寒到初九，各地天气才会渐渐变稳定。但是也是爱注意，早暗会较寒，一直到11个会有新的冷空气落南，到时温度阁会降低。我们预估这一波的冷空气的强度大概在东北季风到冷气团之间哦，那各地的温度会稍微再有一些降低哦，相较于前一天的状况。那早晚大致上在13到16度左右。那降雨的情形也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零星的。气象署提醒农民渔民，这阵啊寒流强，温度低，建议量早做好防寒的准备，避免损失。另外，拜六礼拜，关山有可能会落雪。气象署讲，涂骹可能会结冰，有要去山顶的民众要注意安全。记者陈心栋、王志光台北报道。再来关心咱的国造畅水南海群河，今仔日呢是来进行第4届的测试。那昨昏这第三届这个尖航的测试呢，嘛有顺利完成。有民众是伫咧高雄甲台南这外海看到海群河，直直讲是真幸运的代志。那军事专家呢是发现这几届的测试，这时间有愈来愈短，判断应该就是测试的状况真好，可能是有通照时间交会。镜头叫阮看头前深色的尖蓝，就是海群河，这是初五下晡钓客伫咧高雄外海去翕到的。钓客伫咧社群媒体铺文讲，迄当阵阁有军舰的广播提醒因爱赶紧离开，会当伫咧出海钓鱼去撞到海群河测试，互钓客讲实在是太好运啦！若初六早起9点外，海群河嘛再一届出海。准备进行第4摆的尖航测试，虽然出发的时阵落大雨，不过军事迷大家嘛是喊国旗，咧替国军加油。除了整个舰体的完整性、水密性以外，还有包括它的动力，还有水下听音系统，还有像它的这个在潜望镜深度的这个换气、充电作业，还有像这个它水下通信，还有像这个它的声纳系统，这些都是要逐一测试的。军事专家讲，海群河自顶礼拜开始展开尖航科目，观察伊每一届尖航测试结束了后，需要调整修正的时间明显减少，代表目前测试的流程真顺势，效率真好。研判初六的测试水域也是维持伫100公尺以内的范围，甲进前普航测试6摆频率来看，尖航测试恐惊会超过6摆。若是照目前的办势来看，伫今年6月交南的这个目标有5万会当完成。记者综合报道。伫一当前呢，新北市新庄是有一个70多岁翁婿，因为未堪得长期照顾这破病的牵手，所以转对14楼甲安尼车落，害人当场死亡。昨一审宣判，认为是有符合刑法的规定，甲减刑2届，才有这杀人罪判刑2当6个月。未堪得照护的压力，轰了一个姓林的老先生，用手甲伊吊水脑前的某，对伊14楼徛架的窗仔门塞落去。案发了后，伊随去派出所承认家己杀人。一当外前，新北市新庄的这个案件，初五宣判，一审照杀人罪判2年6个月。被告常年独立细心照护被害人，为被害人病情持续恶化。被告在长期负面情绪累积之情况下，将被害人推下窗台。
量处被告最低刑度。这个70多岁，翁是得到2摆的减刑。第一是符合自首的要件，所落来合议庭是考虑到伊伫拢成人缓刑，因某的其他的家属嘛无要追究，无提出求偿。综合这个原因，认定专案和其他起凶杀人，也是无在害命的杀人案，也是无差别随机杀人案的动机手段明显无同，适用刑法59条的规定会当减刑。咁要上诉被告的律师讲，受到判决书再看。有2次减刑，这是呼应了辩护人诉讼上的请求。那对此我们要感谢司法的判断。当事人目前还在羁押当中。因为长期照护出现的家庭冲突，甚至是造成悲剧，国内不时都在发生。台北市都有济伙负责人照顾西游记翁已经30档，实在伤忝了，要用公推甲公示。二审判2年，假罪5年。2档外前嘛有80多岁老母照顾囡仔50多档，亲手甲囡仔抬死，一审判2年半。过去在这样的案例发生后，都聚焦在只是司法判决，杀人者在事前有没有曾经去求助，他抗拒使用资源，还是资源真的是不好用不够用，这样子的评估结果才能作为我们改善整体制度的一个参考。家长点出寻求外援的重要性，透过专业协助来降低负担。但是讲到整体的长照，嘛讲即摆制度是无顾到照顾者的身心健康，尤其同情的家庭对哮喘服务到大小型机构的补助，拢阁有检讨空间。记者综合报道。伫个新北的空仔寮呢，竟然传出有人用这管制的化学药剂石炭酸要去掠海牙缸，结果呢煞头死这大量的鱼虾。环保局是有派人去追查，也那这里长也呼吁民众暂时莫来买海菜，才袂中毒。扛地啊！它有很强的毒物，把它弄出来。讲到伫靠老堡石芳生炭的海牙缸，刷起不法人士好亲像使用化学药剂石炭酸加逼出来。新北空仔寮马公渔村吴里长批评手法真残忍，因为这是靠老堡生态真丰富，是当地居民守护的海洋场域。螃蟹拢无的，这可怜哦！我阁救几啊只有卵的。潮间带的是所有很多动植物、鱼虾贝类、产卵呼吁小 baby 的地方啊！这捕虾业者为了抓这些海虫，毒死那些生物，毒死那些动植物，真的是实在天理不容啊！居民伫靠老堡发现真侪鱼仔、毛蟹，甚至鳗鱼死亡，真生气。靠老堡的海水好亲像有化学药剂影响，海蟹阁发现不少死严严的海兔。环保人员缉捕了后，到场采样检测水质，一看化验结果判定污染源。还有长期关心当地靠老堡生态老师嘛，到场关心，看到真唔甘。通常是躲在沙子里面，所以基本上我们很难抓到他们。他们全部都跑出来就不正常，而且现在又是白天，就理论上白天不会出现。因为靠老堡有真侪生态，学者分析，可能这个海蟹的水温较悬，适合海牙缸生长。海牙缸真适合做钓鱼，用来生午仔鱼钓钓。因为石炭酸是管制品，海牙缸好逼出来，连鱼、毛蟹的海洋生物都好偷钓，人原来受影响。生态系当然有影响啦，对。那一般养在旁边钓鱼的人啊，相关的全部受影响啊。因为那附近如果是一般的渔家的话，那其实影响蛮大的。因为它如果不严重后，就不是管制性药品。李长提醒，类似的事件不是头一次发生，目前也无法度估计受影响的范围，呼吁民众暂时唔通伫这个海蟹鳗海菜，以免中毒。李长嘛，报请海巡单位介入调查，也请居民互相照顾，防止类似的案件搁再发生。记者采访报道。再来看这搭，这宜兰县立图书馆新的工程呢，是开7亿来起造，要拼今年12月要来开幕。也毋过，即马新馆这周围呢，目前是还阁有囤真侪时间留落来的土。在地人是质疑讲，这恐惊是会破坏当地景致。也那县政府是表示讲，这个土呢会就地来处理，也那盖出来会依法甲因车走。新的宜兰县立图书馆外面的印价已经拆除，文化局要拼12月开馆。不过，新馆边原本是大草坪的所在，目前也是蹲真侪时间的时留落来土荒，引起附近民众的议论。没有移走会不会觉得不好？对啊，就是不好看啊。是。但其实，在光这样看过去，那个建筑物其实就挡了大半。民众烦恼，这个土荒若不处理，会破坏当地的景观，对大草坪的后续的利用嘛不好，和市区失去唯一的绿地。有文书工作者呼吁公部门应该要好好处理土荒，因为大草坪是附近民众重要的休闲加办活动的所在。这一次如果有那么多土方呢，
我们是很期待那个文化局能够好好规划，把它好好整理，让那里的更有园林的风貌。图书馆新建工程由县府建设处代办，建设处表示，这土方原则上会在地利用，做好绿美化，盖出来的土会依法甲车走。现场有一些暂时堆置的土方，我们整个图书馆工程原则是以目前现地的土方就地平衡的方式。但是针对土方的问题，真侪县市无量能会当处理。最近未少土方阁运入来宜兰，民间传出处理费顺势野悬，县府已经清点县内22搭会当收用土方的场所，预计收用的量大约是8万立方米。嘛要求各收用场必须控管2楼3层和县内土方使用，同时加强客闸，以免出现乱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件真喊过的代志，这是一个生出来的查甫人呢，伊是因为涉嫌有炸毒品，互人甲掠起来。结果昨昏伫咧派出所的时阵，竟然甲这手机摕出来翕现场的状况，而且佫甲这做笔录的画面传去哩网络顶头。代志发生了后，这分局呢是承认有疏失，会来处罚相关人员，另外也来追究这个嫌犯的刑事责任。嫌犯伫咧介护区举手机翕伊互手铐铐起来画面，甚至佮镜头上阵警察桌顶的电脑直接翕笔录。20多岁生出来查甫人，佮甲影片铺伫咧网络顶头，有其他的警方看袂落去，才压出来。这件代志才曝光。代志发生伫台中市第5分局松安派出所，初5透早7点多处理民众纠纷案，请生出来男子以关系人身份到派出所协助调查。煞尾发现伊阁有毒品的案件，转做是现行犯铐起来。过程当中无注意到伊摄影的动作，警方承认有管理的疏失。侦办案件管控疏失，本分局已依规定惩处在案，并列为案例教育，后续将加强训练。台中市第5分局强调，迄时生出来查甫人翕的地点是伫咧人犯介护区，因为涉及有毒品，毋是卖毒，手机毋是违禁品，无法度查扣。毋过使用手机翕笔录是违反环境执勤的案件安全。犯嫌使用他自己手机拍照这个动作假如说我们在公务机关我们会请同仁严格的制止他。这个部分它是不可以适当的拍摄或是公开的。那假如违反其他的刑事责任的话，我们会依法办理。台中警方表示，本案会调查听取失职人员，会加强内部的教育训练。也那这个生出来嫌犯，除了涉及毒品，伫咧警察局内底翕影片铺网络，嘛涉犯妨害公务、妨害秘密罪嫌，会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治安的议题，这是 LINE TV 甲 KKTV 来合并，也毋过呢，最近煞传出有骇客侵入个资。这 LINE TV 是来发布声明，承认这资料是有漏泄去，也讲已经紧急应变。LINE TV 是表示讲，即马呢，这系统已经修理好势，也有强化防护的机制，确保这用户的资料也佮有平台的安全。即马外界是真关注讲，这互人摕去的个资，敢会影响到通讯的服务咧？那业者呢是表示讲，这 LINE 相关的服务呢，拢是互相隔开的，所以治安是袂受到影响。提醒用户，若准是发现即个不明的电话，也是讲简讯等等，就要赶紧来换你的密码。另外，要来关心的是，这艺人的介绍呢，顶个月是来创新高。即马有人就上尊这个央行所卖的生肖的纪念币，介绍已经花甲几啊倍去啊。央行是证实讲，去年底呢，其实就发现讲有人是雕工买真济，竟有人趁这呢来趁这个价卡，所以英国这生肖的纪念币，即马拢会暂时停卖。银行门口正侪人排队等咧要买中央银行所发售的苹果每年新寿纪念套币。今年因为国际贵金属计价起，每年新寿套币计价是2450块，创历史上悬的计价。上市即天4万套拢卖完，因为白银的计价大起，拍卖网站已经自4800开始划价，往年的新寿套币也开始低起。像这个现在一颗就差不多2000多块。贵金属交易平台业者统计，白银的即时报价差不多1盎司79块美金左右。顶个月计价才冲到历史高点，1盎司超过120块美金。去年一年起爆超过162.85%。
油买业者讲，这份新手土白真侪人问，有人认为这么介绍好要提出来卖，也有人认为会个起价这么要买。最近蛮多人在询问这些银的套币，以前买的成本可能都是1000多块的成本，可是现在银有时候也有报到3000多块也有。根据央行官网的资料，新手土白银币当25公克，里面含1英纽的银。若是用顶个月白银介绍的观点来算，价值已经超过未介绍。惊讲有人大量买，结果被央行第一遍甲委托中华邮政代卖无卖完的库存新手土白拢回收，做以后做白完了。去年12月，我们就发现到那个民众购买的数量有点异常，跟往年的平均数，然后银价也是大涨的嘛。然后就那个银价已经几乎是要超过我们的售价了。中央印制厂及台湾银行分别于114年12月下旬及本年1月中旬通知本公司停止供货，各地邮局停止请货的作业，现有库存售完为止。中华邮政讲，因为邮局的店较多，并无看到抢买的情形，但是因为一个银的介绍起，买的人有较多。配合央行启动回收作业，既然被库存若是卖完，就袂搁再补。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咧要到啊，各地方政府呢，拢有定出这假停车的费用，亲像北北基隆呢，一抓是加收30块，也若华东地区是加收50。另外，新竹甲苗栗呢是原价搁加收3成。若互民众感觉是真贵，就连这运将拢讲起3成，恐惊是无人要坐。车站头前计程车排班等人客，过年伫要到啊，各县市也公告计程车收费方式，其中新竹甲苗栗对后礼拜5开始，想要坐车就要加收3成，互民众话伤贵。过年时起一注也是无要紧啦，啊，毋过3成讲正经的收较济一注啊。那你涨个1成，我觉得那就蛮合理，3成就是有点过头了。那民众话贵，就连计程车运站嘛讲加收3成无合理，就惊安尼根本就再无人客。不合理，怎么说？没有人要做。那我们也觉得比较贵啊，完全都没有客源啊。按照各县市公布的过年计程车加成费用，台北、基隆、甲宜兰拢是起跳加30块，桃园、台中、东部地区是一抓加收50块，新竹甲苗栗是照原价加收30%，全台湾上悬。2月13日至2月22日，总共10天。那收费方式呢，会按照就是原规定的收费方式加3成。那市府呢，为了提醒就是乘客春节期间加价的措施，特别印制了中、英、日3国语言，来提供给计程车驾驶张贴于后座。每年春节前，新竹县市会共同邀集计程车工会商讨春节期间计程车的运价。那今年春节比照往年采原运价加收30%。新竹县市交通处解说，这个决定是甲计程车工会讨论出来的，但是比较往年的做法，交通处也提醒民众，过年坐计程车进前，会当先了解当地的收费状况，才袂造成无必要的误会甲纠纷。记者君和新竹报道。进前吵甲正烈的这个台积电射频案，这姓陈的前工程师呢是涉嫌盗空其他2个后辈，偷摕台积电2奈米的关键技术，互检方是照国安法加起诉。即马上新的进度就是讲，这合议庭呢是裁定2个后辈以300万加200万来交保，而且限制出境加出海，也阁有爱挂电子卡价。合议庭是裁定2个后辈以300万加200万来交保，而且限制自机，也阁有出境加出海，也阁爱接受这个科技监控。高检署是表示讲，等收到裁定了后，才来研究到底敢要提起控告。目前这专案也是有2个工程师在案。继续来关心这台美军售的进度，咱的国防部长郭立雄伊是表示讲，这 M1A2T 的战车，也有海马斯，今年拢有通全部来交货，而且伊也讲，这美国呢是有修法，和台湾甲北约 Plus 是有同款的军售待遇。或者是表示讲，这是代表这军售的行政流程会变较紧，也若咱签合约的时，也有通争取更较好的条件。人讲是上强战车 M1A2T， 哪驶哪射击，展现火力，甲台湾北部守备的责任担起来。国军甲美国采购108台 M1A2T 分3批，这2批已经顺利交货，上尾1批有机会伫3月份全部送来台湾。外界关注台美军售的进度，国防部长郭立雄证实，
美国已经修法，让台湾有8亿 Plus 同款军售的台股。那美国政府为了改善军售的效率，也提出了多项方案，比如说修订了武器出口管制法，让台湾享有跟北约 Plus 成员国同等的军售待遇等，会有助于加速对台军售的行政程序。新型武器交会国防机，包括 MQ-9B 无人机、单防岛300、Altius 600无人机、火山布雷系统，拢会伫今年分配送来台湾。学者分析，台湾防纳入8亿 Plus， 有甲日本、南韩、纽西兰、以色列等等国家同款军售的等级，除了会当加速军售的流程，对咱国伫谈判的阶段有帮助，嘛会当争取更较有利的条件。那是不是有可能延迟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取得下一次购买的优先权，或者是有其他一些辅助的一些，像是延长保护，或者是一些武器的取得、弹药的取得，我觉得这一些都有赖于我们的一个谈判手法。台海情势紧张，根据统计，去年扰乱台湾的中国军机有达3764架次，比2024年增加23%。另外，去年嘛有2640架次的中国军舰扰乱台湾。郭立雄指出，中国想要打造台海内海化的假象，向国际传递讯号，也就是台湾的这个周边的空域跟水域都属于它的这个主权跟治权的范围，用意在警告其他国家就是不要靠近台湾或企图协防。也拿美国国会研究处上新的报告警示台湾，中国军方可能无偌久就会有拍台湾的能力，台湾爱提升战略，不过煞面临内部的挑战。亲像朝野伫咧国防预算，双方伫对徛，历史外界会支持台湾感受提升自我防卫能力。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几冬来呢，这 AI 大发展，而且商业模式也直直咧改变，所以美国《华盛顿邮报》呢销量已经差真济啊！即马宣布大裁员，有3回这个员工受到影响，主要裁的就是这体育版，也阁有这写专栏的，另外也有专门来报道国际新闻的几个海外分社。Where more than 300 of my enormously talented colleagues and myself were laid off from this newspaper yesterday by email. 因为债务压力，组织经理顶世纪70年代报道越战加压出水门案表现最高的美国老牌新闻媒体《华盛顿邮报》宣布要裁1/3的员工，大概300个人。DC 居民加足侪员工齐聚伫咧总部门口，也救邮报的牌仔大声抗议。These layoffs are shameful. 华盛顿邮报自1877年创立，是美国华府地区历史上久长的报社。政治新闻是因上出名的，且培养足侪普利兹奖得奖的人，嘛伫美国的历史足侪代志的新闻报道设一个重要的班。The desk that broke Watergate, the desk that was covering that won a Pulitzer Prize for coverage of the insurrection at the Capitol. These were journalists who we are losing are some of the best in the world. 写予员工的批内底，主编莫瑞表示，这是一个真痛苦的决定。伊嘛指出，伫咧影片等等领域，华盛顿邮报已经对袂到消费者习惯改变，而且阁有 AI 生成新闻抓重点，嘛毋是引出去原底新闻的文章。发言人贝佐斯要伫2013年用2.5亿美金解救债务困境的华盛顿邮报，得到济济呵乐。毋过即马伊向批评讲，有超过2500亿美金的资金，煞无愿意阁开钱救一间有100多年历史的传统媒体。The fourth richest person in the world, Jeff Bezos, owns the Washington Post. He could run it at a loss for the rest of time, and yet he refuses. 报社中东采访团队，还阁有伫基辅的乌克兰特派记者，拢起哄试头路。华盛顿邮报前总编巴伦表示，这是华盛顿邮报上黑暗的日子之一。不过，这摆大裁员，嘛阁反映出所有新闻机构伫咧收入甲订阅人数落落去，还阁有 AI 冲击了后所面临的困境。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译。对冷战以来，这美国甲前苏联所签的这新台检战略武器条约，伫今年2月初5过了，就已经失效。这项条约失效，也代表这核武军备的限制条件也已经无啊。所以目前呢，这美国甲俄罗斯也是当咧研究到底要安怎修正，也是讲佮另外来签一条这个核武条约。也毋过目前双方是还无共识。
2019年由迄时阵的美国、罗西亚两个元首奥巴马甲麦维德夫签署条约，伫今年两个国会批准了后，伫2021年1月7号生效，期限10年。2021年由两个总统川普甲普廷同意延长5年，期限是2026年2月7号。这项条约全名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英文缩写是 New START， 主要是限制两国的核弹头甲核武发射平台数量，佮确立互相验证检查的机制安怎运作。不过，美国总统川普真侪摆表示，伫新的地缘政治结构甲愈来愈侪国家有核武之下，这存在15年条约已经过时，爱延期甲过去无共款的做法。Rather than extend New START, a badly negotiated deal by the United States, the president wants to have our nuclear experts work on a new, improved, and modernized treaty that can last long into the future, and that's w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discuss with the Russians. 美国认为，罗西亚甲中国既然共齐定线，中国核武也爱纳入计算，佮接受条约规范的责任。同时，罗西亚中国一直研发新型飞弹，包含设定无伫条约规范内底所能力配备核弹头的武器，互美国伫无好的局势。不过，罗西亚无同意这种讲法。Вы знаете, что наши китайские друзья занимают позиции,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которой их ядер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несопоставим с потенциалом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и России, и поэтому они не хотят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переговорах, считают это нецелесообразным. Мы с уважением относимся к такой позиции. 包含联合国等国际社会成员对核武条约基本失效、无新的条约替代，感觉是真烦恼。不过外电报道指出，在美国邀请罗西亚甲乌克兰代表伫阿布达比会上停火条件时阵，美国、罗西亚另外针对战略核武问题进行参详。不过双方对关键问题依然有家己意见，目前无达成共识。公司新闻徐家珍报道。来看这搭，这印尼苏门答腊的阿济呢，有一个100米深、超过9000皮的一个大窟窿。根据了解，这个窟窿呢已经有20外冬的时间，而且因为当地是这火山的地形，所以撞到水是较够崩塌，而且佫刷尾去。最近这5冬来呢，这塌落的范围是愈来愈大，所以当地政府赶紧甲中央讨救兵。这个大坑甲公路切断，并这座高压电塔真危险。印尼苏门答腊岛中亚市的这个大坑，跌落去到即马已经25冬啊！迄当阵上早是侦测到地层刷毁，过2日了，地面就开始崩溃，因为这是火山地形，土内面有真侪火山的碎坡，也有火山灰，若沾到水就会崩溃。过去5年跌落去的范围自8100多平增加到9000平。咖啡田也有辣椒田面积拢救数，有一寡农田离断崖只敢若几公尺。可能明年就无法度搁种做。Belum, cuma kan udah, cuma kan jauh masih anu kan. Yang apa ya dalam waktu dekat ini lah, 1 bulan ini lah mulai kan. 为了要避免有人总日期发生危险，离断崖10公尺的所在有封锁线，才唔通挖过的警示牌仔。过去几个月，这个大坑落的速度有愈来愈紧，主要是2025年年底到2026年年初，苏门答腊拄到强烈大雨侵袭。水渗入去地层，造成大规模山崩。即马崩塌的范围已经挖过明体加输电设施。电力公司紧急下令，要将这支电塔刷走。Untuk menghindari bencana sinkhole ini terhadap Tower 76, kami juga lakukan pembongkaran atau dismantling setelah konduktor kami pindahkan ke Tower Emergency。这个大坑甲中亚市唐港交界内贝尔梅利亚主要道路切断，当地政府讲，即马灾情的规模已经大到因无法度处理，已经通报中央政府调派人力甲资源协助因处理。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咱来关心咱国内这民众党不分区的立委李正尚呢，是因为无放弃中国籍，内政部是来呼吁这立法院必须要依法加以解职，甚至是无排除透过宪法法庭来处理。也毋过国民党立委谢良介，伊所认为讲这是意识形态，政府颠倒应该要提出修法才对。有中配身份的民众党部分区立委李正秀，因为国籍的问题，内政部长刘世芳表明未提供物件以上的资料给李正秀。刘委会也讲会用上严格条件处理。海委会主席关碧玲出了伫 FB 发文，讲李正秀女士的国家如果用海警船塑料拦风，和海巡一暗拢无困，那真正行起的这顺台要怎面对？每天是炒弄意识形态，分裂台湾内部。
这个对台湾的团结啊，完全是一点帮助都没有。如果是法律没有规范，那就请行政院提出修法；如果认为是应该修宪，那也请总统大胆的、公开的出来讲。谢龙介讲，即马处理两岸人民事务的是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无所谓抛弃无抛弃国籍的问题。因那内政部是国籍法的主管机关，部长刘世芳讲，也唔知影立法院是唔是有摕到李金秀放弃的申请文件，国会若阁无处理解这个争议，无排除交予宪法法庭处理。民进党团会发出公文，要求韩国瑜院长第一个出面说明，第二个按照法制做出该有的裁处，因为唯一可以把李珍秀解职的只有韩国瑜院长。为什么同样都是民主进步党执政，针对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及国籍法的解释，赖清德跟蔡英文有截然不同的解释？依照两岸条例明定，大陆地区人民只要伫咧台湾写一满10年，就当登记参选。因那国籍法要求公职人员未当有双重国籍。中配参政适用的法律引起讨论，民进党团书记长陈培武表示，法律之间本来就有适用性的无同，强调立委告职进前应该申请办理放弃外国国籍，是实施几多年的规定。虽然也向议长韩国瑜送公文，要求立法院赶紧予个人一个交代。记者综合报道。这去年是台铁公司化了后的第2冬，台铁伫去年年中起票价了后呢，平均一天是载超过66万人次。这票价的收入呢，也比前年还阁较加19%外。今年冬天这收入也阁有观光营收呢，拢已经创下新的纪录。也毋过目前这台铁要是了43亿外。去年12月，台铁花莲站发生吊车作业人员去轰动的代志。那台铁公司化进入第2冬，即马是咧拼安全改革，毋过有当阵嘛是会发生意外。根据台铁公司的数据显示，行车的事故也个行车故障的案件是拢有下降，其中行车故障的代志比前一年减少11.2%，未来会到安全平台加强安全。未来我们会持续推动台铁云平台。预定在118年完成桥梁行车安全提升计划，跟号志连锁的系统更新。另外，在收入这方面，去年6月台铁车票起价了后，每一天的客运量来到66.5亿万人次，票务的收入比去年同一期增加19.02%。那今年的客运收入比前一年增加33.131块。另外，在铁道观光的收入嘛成长21%。我们现在目前亏损在114年依照我们的决算数字，所以我们亏损是43.6亿元。我们现在目前面临比较大的成本的控管的部分是要努力的是折旧的成本因为我们新车的投入、新的设备投入这个折旧的费用会增加。没有得到任何特别的照顾，公司却有着不少的管控，让员工的业务量暴增。对台铁工会讲，应该爱互员工更较好的福利，甲人才留条例。台铁公司统计，去年的离职的比率已经自公司化第1冬的3%下降到1.66%。对着人较无够的机务甲电务这方面，嘛拢会阁继续引人，相关的福利嘛拢会阁继续拍拼。记者综合报道。这高铁要起到宜兰，争议是继续咧炭烧，支持甲反对这声音是拢有。今仔日呢，伊是来到这环境部头前来表达立场。支持的声音是认为讲，这高铁若准通车，安尼是会当大大提悬这宜兰对外交通的方便性。也毋过反对派是主要讲，这北宜地铁呢是无来列入公平的比较，所以呼吁政府来重新评估2种方案。高铁若会刚开通，我相信咱的主地。去较大，你等下看一老伙啊，看一老伙，看一时代，人口嘛较袂外移。支持高铁延伸到宜兰的民意代表和宜兰人，伫环境部头前发出诉求。另外一边无够几公尺的所在，也反对宜兰去高铁的款团等来抗议。交通部践踏专业。参与反对宜兰高铁抗议行动的，除了有当地居民、款团，更有前交通部长何丁丹。反对方指出，铁路局无规划过程，无甲地铁方案加入比较，有美化高铁的行为。他们在程序当中不断去更替数字，等于是美化高铁现在的这个效果。
但是同时间又把磁铁的成本也好，磁铁会造成我们台铁亏损也好呢，通通都把它置若罔闻哈。有反对的宜兰居民认为，若是起高铁，就有土地、农地需要互人征收，而且位置也无确定，就算唔免征收，附近的徛家嘛有可能变真差。我们整个社区都夹在到国道5与高铁之间，我们社区都是第一次购屋的，现在也没有那个能力换屋。记者会结束了后，反对高铁延伸到宜兰的款团，也甲诉愿书交予环境部，要求政府重新评估地铁和高铁的方案，要求政府爱加强地方居民的沟通。记者台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再来看这台湾南马地的保育法的到单已经施行满10冬的时间，不过有环保团体是指出讲，这全台湾面积上界大的中华海岸南马地呢，是直直拢无一个法定的身份，甚至于这几冬来这供电也是直直咧开发，所以呼吁政府爱来设专职单位，赶紧把中华南马地划作是国际级的重要区域。这沙尾仔、花条，阁有海牛、蚵嗲丰富的生态。中华西部沿海有全台湾面积上大的南马地，但是却一直拢无重要湿地法定身份。有环保团体就表示，今年是台湾湿地保育法正式施行满10年，希望政府爱有气魄来保护这块南马地。候鸟来到咱遮要觅食所在，包括咱鱼啊，包括很多生物多样性，拢在咱遮生存的所在。即摆你能够来做，南马地继续来消失。希望讲咱的政府手头还较硬的，咱该保留就该保护，就该保护掉的，唔能够互咱这国土达到这南马地拢无去啊了后的时阵，未来要来抢救这南马地，唔是真咱解决的。环保团体指出，为中华复兴到大城有将近11000公顷的南马地，有乌翠乌、大蛇绿、北海猪这的保育类动物，是全国面积上大、上完整、生物多样性上丰富的海坪。即阵煞成做侪供电业者开发的地点，互当地面临污染问题。环保团体要求政府都爱赶紧规划做重要湿地，守护当地渔业产业加自然生态。这湿地保育法通过了之后，现在几乎都是由下而上，在地的居民或者是社团或者学术单位认为有些是有重要湿地的潜在湿地的部分，写湿地分析报告书送上来，我们就循程序来做审查。国家公园署表示，因真重视湿地保育，嘛和在地团体保持联络甲辅导。即阵就等地方团体送重要湿地分析报告书，而且资料无问题，对照法定程序展开评定。记者杨淑清综合报道。高雄马品市场所谓的计划呢，已经讨论10多冬，即马总算有新的进度啊。农业局是表示讲，目前已经有初步的共识，未来这台市场呢是会选去别位，也是讲就地转型来做冷链，也是讲食品的加工。也毋过里长也是希望会当有一个较明确的时间。民国55年起，伫咧三明区民族路顶悬的高雄马品市场，是高雄地区农会甲市府做规经营的。因为都市发展的关系，拄啊好位伫咧市中心的马品市场，一年大约爱抬20万只猪。屠宰场甲拍卖场带来空气甲噪音问题，地方要求市场爱迁走，已经花10多冬啊。建摆议会嘛拢会提出来问，不过落尾也是无消无息。初五议会有议员再次提起，农业局总算有一个较明确的回答。最近大概比较朝向一个共识的方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原地转型，那可能是朝这个能源方面大家来进行。下半年度会提出一个让在地居民，包括连周遭环境都能够有不错的变化的一个改善案。那我们也期待我们真正提出的改善案，真正能够让在地的居民能够接受。市府2年前就决定要甲马品市场刷走，后来因为土地产权的问题，甲农会物料无欢喜，迁徙计划也因为安尼袂顶袂当。看到双方总算有共识，地方虽风欢喜，不过里长口说讲要做冷链原地转型，这2年前就讲过啊，希望市府爱有更加积极的作为。这个议题有哪是2当前我就听过啊啦，按个到即马目前嘛无明确的动作还是时间点出来，所以到现在我们当然还是希望农业局啊，然后跟市府之间能够有一个积极的动作出来。对我们来说是绿地比较好，像是公共设施啊、公园啊或者停车场啊这一类的会比较好一点。莫阁逐工听猪仔惨叫声，片草地西味是原来里居民等以20冬的愿望，当地人拢愿望市府会当紧，莫阁回应安尼尿忙落去。
记者郭家祖、邱阳、高永昌报道。咱拢知影讲，真侪信众呢，拢会拍金仔来谢神。即阵啊，这金仔价销是真悬，嘛，互一寡这黄金的宗教艺术品呢，是愈来愈有价。伫咧嘉义县新港有一个艺术家，伊是用180公斤的这个黄金来做一支九龙金如意。即卖这个金如意可能价值9亿。一块黄金放入去眼镜的壳仔内底，烧啊溶去了后，才搁倒入去模具内底。等到溶去的黄金冷气固定了后，才来拆外口的模具。嘉义县新港高级小展览艺术家谢东哲，捌伫2019年受到公庙的委托，用180公斤的黄金来做宗教艺术品。咱即个天公庙拢有一个1、2变嘛吼，即支来转化做迄个如意，要用黄金落去打造。其实迄个过程压力真大，就是讲你落金啊，我差不多去170地，差不多半点钟就要落搞完。谢东哲是家己做庙行啊，甲展览真有名的艺术家，有替真侪公庙做宗教艺术品。为着要纪念迄当阵的委托，伊后来阁有用灰啊，阁做一个石放伫厝内底做纪念。谢东哲指出，迄当阵金仔一钱6000外，庙方就买180公斤，开买3亿的费用。即马金仔好价，价值嘛对咧抓悬。迄阵啊，金仔一钱6000外嘛，所以总用起来照因的尺寸起来吼。伊买迄180公斤，应该是会至少3亿通啊！嘿，即马可能若像甲迄工走较上悬，安尼若换算起来就超10亿有无？谢东哲表示，伫台湾的宗教文化当中，常常会拍金仔，也是用黄金来做物件送互神明，表达对神明的敬意。嘛，因为即阵啊黄金价销悬，才互黄金做的宗教工艺品又活得到关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这台南的小人乡的念面特别起过，这当中上届受人注目的，就是真人的牙工店。若是摕到金氏世界纪录，这庙方呢，即马嘛要来申请登录无形文化资产。另外，这届小人乡呢是头摆结合着小人文化园区，来扫出真侪传统民俗活动。今仔是无共识水服装、帝国中形象配件，这是台南市立民俗南营5大乡区之一的小人乡区。到时今仔会办做36天宫、70基地刷，拢总108个天成神君，要展现传统顶头的文化特色。这嘛正做3年一科，地方民众真期待的重要民俗盛事。囡仔细汉我拢有带伊出来咧看，所以伊最想要参与啦。要交人安尼互动，讲离顶悬摕物件交人分享会当祈求平安过年期间亚钢钉停在我们的骁龙文化园区，同时让我们很多的小朋友有机会打扮成小神童让你小朋友也可以进一步了解我们在地的传统民俗的文化。今年丙午小人乡区5条王石要起过，其中8座精灵亚钢钉专长201.8公尺，目前已经摕到金氏世界纪录的认证。庙方讲今年进一步申请无形文化资产。另外，乡区活动透过甲小人文化园区合作，买设迎春系列活动，初2到初5办真侪亲子活动体验。庙方嘛邀请无共特色的百家种团来表演，互民众通去甲认捌咱本土的文化。伊个是拢头旗帜辈出自伊一个这个老师出来所以因的比较、因的训练也好，不管是讲伊的表演也好，拢非常有达到一个水准因嘛拢一有通过咱所谓这个文资处所谓这无形文化资产嘛达到咱文化一个推广庙方表示，小人乡过去捌断乡过，民国76年才搁恢复办理。今年乡区对国历3月初5亚钢钉隔平，3月初6至初8进行示警，3月11办小王船仪式，会完整呈现在地信仰的文化底底。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那下晡晡的天气，咱继续把时间交互汤啊。今仔日受到锋面通过的影响，北部、东北部甲东部地区的落地渐雨，南部、东南部、恒春半岛甲中部山区是会有局部地渐雨，其他的所在甲平湖、金门、马祖嘛会落一寡雨。
好，真多谢唐阿宝气象。以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Thank you.